喎，呢個代嚟嘅，嚟嘅，代加雞油皇，見唔見到透嘅？呢個應該係冇唔能夠再出㗎啦，淨係古董先會有嘅就係呢一個。意大利公真係好閃。睇睇呢個琥珀貓頭鷹喎，琥珀嘅一個貓頭鷹心口針，亦都可以當一個吊嘴，講緊咁大粒琥珀，650啫喎，650啫喎呢一個，650蚊，650蚊。算唔算？吹到發發地，太勁啦 Yo，check it out。 ！Queenie 呢個 CC， 最後佛公司師，佛公 CC， 最後，中唔中意呢個？呢個係扭麻花嚟嘅，佢呢個工藝咧，大家要留意下。而家咧應該會做到嘅，但係唔係傳說中嘅金燦燦。你見唔見到佢最複雜嘅上面嗰個三角形同下面嗰個三角形，我哋叫做無縫接軌。咁喺我諗80-90年代咧，呢個工藝咧唔係話咁多牌子做到出嚟嘅。佢最靚其實係我戴緊嘅後面呢一個球，我俾大家睇下。哇，好靚啊！條馬眼，成條都係馬眼。馬眼王，馬眼王啊！呢條叫做車出嚟嘅一條長身頸鏈啊！呢條咧戴落去條通線會非常之明顯。呢一條係馬眼嘅水鑽款啊，仲要係黑白水鑽、黑白水鑽、黑白水鑽。有冇朋友仔中意呢一條馬加一？阿 Queenie 問你條 CC 幾錢？CC 我計到最平俾你，好唔好 Queenie？呢個咧，如果你一定要睇一睇、撳一撳，佢入邊係咪金色嘅？唔係金色嘅，一定唔好買。跟住金管，我哋叫做雙圈金管，佢入邊做咗一個我哋叫做直徑，等於佢咁大細嘅內圈，頂住入邊嗰條針嘅，見唔見到？回彈嘅呢啲佢自動對位㗎，你唔需要擔心呢個圈會唔會歪咗。最靚嘅反而係個扣，見唔見到？人工扭出嚟嘅，我哋叫做葫蘆扣。呢一個工藝你揾唔翻㗎啦，中古會見到嘅，同埋有翻咁上下一場。呢一個你冬天我夠膽講，你帶出嚟一啲都唔老土，仲要係霸氣型㗎。今日哇！呢條超抵喎，其實 Queenie 今日我哋淨係腰鏈啊都要6000幾蚊，今日唔使講嘅，你幫我打5380，今日仲有購買券4000幾蚊，入邊仲要有24K 黃金喺入邊，講到明㗎啦。1997年之前，成工坊所有嘅都係溝咗一啲我哋叫做貴金屬成分喺入邊嘅，所以我哋叫做金燦燦。我俾近代款嗰啲你睇下，好冇？呢一個同近代款嗰啲有咩分別咧？當先啦，整啲勁嘢俾你睇。我都有個勁嘢。見唔見到？兩隻唔同嘅金嚟嘅，實色啲冇咁靚嘅。呢一隻你擺喺地下摩擦啊，我都夠膽講佢外面個金色你唔會甩色嘅。呢一個我哋仲要揾到一個，見唔見到年份標？呢一個仲要係93年 A 啊 ，OK， 93年 A 嘅作品，中意嘅話幫我哋打 call 好冇？中意嘅自己打 call。其實呢個係咪5380啊？頭先講。OK， 有啊，中意嘅自己打。好，呢條係千年琥珀，好鬼死靚呢個琥珀，呈現一個橙色，係非常之獨特嘅一個琥珀。跟住之後，佢嘅配色係用得非常之精堪。呢一條琥珀非常之靚，係名家作㗎，18K 金嘅一個琥珀嚟嘅呢一個極稀小版。然後咧，佢係可以揾到市面上一個咧係獨特到爆炸嘅，呈現一個夕陽光嘅一個琥珀啊！天然琥珀啊，呢一個係見唔見到佢個金燦燦？佢成條咧嗰個叫做好少有法蒂瑪之手。
肥肥好少有法蒂瑪之手啊！你頭先係咪揾緊啊？虎虎加一，呢條係好罕有、好罕有嘅一條對晒色，即係因為琥珀都係天然嘢，你冇可能每一粒都係一模一樣啊，或者色水佢係對晒色、拍晒色嘅每一粒，跟住仲要揾到一個夕陽橙嘅呢一啲去到夕陽橙嘅嗰個琥珀咧，個年份都非常之高。呢條橙色好靚啊！呢條橙色。咁啊，虎虎加一啊！睇下呢條係勁嘢嚟㗎，呢條係我頭先見到嘅勁嘢。OK， 好啦，跟住我而家呢個六重石啊，66加一呢一條估，呢條真係好誇張啊！打我身上面，好似少數民族，我即刻覺得自己係嘛？呢一條流蘇嘅珍珠六重石啊，珍珠六重石嘅古董頸鏈，咁啊，跟住